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，伊伫辩论了后，因为辩论时表现了不好，辩分了后，民主党内即马一直有人爱因无阁继续选落去，亲像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威尔斯，伊就头一个徛出来讲明，伊希望拜登爱退选。另外，替民主党募款的大明星，嘛是民主党的大条支持者乔治·克隆尼，伊即马嘛表示讲，拜登已经毋是较早迄个拜登啊，伊认为拜登爱退出选举，爱找换人选，才有法度拼过川普。我爱拜登，也毋过阮需要新的被提名人。这是野车乔治·克隆尼车集导师《纽约时报》真大标题。克隆尼是拜登的重视对象，也是民主党伫好莱坞的募款大将。伊捌为拜登的电竞竞选主持募款活动，一日就募到2800万美金，创下民主党史上一摆募款活动金价上悬的纪录。也毋过，伊伫导师中讲，拜登无法度拍赢甲时间对抗的战役。3礼拜前，甲伊同齐出席募款活动迄个拜登，毋是2019年的拜登，甚至毋是2020年的拜登，而是辩论的时所看到的同一人。伊经过民主党若无外人，总统甲国会大选都无法度赢。克隆尼主张学法国大选200多位候选人提选，对抗极右派精神，重新提名新人选。除了克隆尼跳出来反对，民主党内换败声音继续扩大。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尔斯七十伫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写道。拜登不再是拍败川普的上好的候选人，呼吁拜登为着国家利益退选。威尔斯是参议其中头一位公开发声爱拜登退选的民主党人。伫这进前已经有9位民主党众议员公开呼吁拜登唔通去选。到目前为止，拜登仍然坚持选到底，也毋过刷落来伊所面临的退选压力恐惊会增加无减少。公司新闻站回应评论。